飛狗走。上中文堂嘅時候，胡老師教大家新嘅詞語。突然間，燈熄咗，電腦螢幕都黑晒，原來停電。小胡原未見過個課室咁黑，大家都好驚。有人喊咗出嚟，有人伏喺書台下面，亦有人驚到攬住隔籬個同學。有啲文具同書本都跌咗落地。胡老師叫大家冷靜，相信好快會有返電。果然課室好快着返燈，電力回復正常。胡老師教大家以後遇事要冷靜，如果好似雞飛狗走咁，就會變得混亂。大家都冷靜返，一齊收拾好個課室。胡老師讚大家做得又快又好，課室整齊返晒。雞飛狗走，形容因為驚慌而帶嚟嘅混亂。